自2025年9月初2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为罪补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下卷20章第1节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0章。大卫在位的时，有饥荒连续3年。大卫请问上主，上主讲，是因为扫罗甲伊的家杀死基遍人，流因的血。王就调基遍人来，对因讲话。基遍人本来毋是以色列人，是阿摩利人留落来。以色列人捌对因咒詛，无要杀因。毋过扫罗因为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的热心，热切甲计谋要甲因消灭。大卫对基遍人讲：我着为恁做甚物？我着安怎甲恁补偿，通互恁祝福上主的子民？基遍人讲：阮甲扫罗以及伊的家的代志，毋是用金银会当解决。嘛毋通因为阮的缘故，害死任何一个以色列人。伊讲：恁讲安怎，我就安怎做。因对王讲：扫罗计谋要甲阮消灭，害阮伫全以色列境内无徛起的所在。请将伊这个查甫的子孙交互阮，阮要伫上主的面前甲因吊伫基比亚，就是上主选立做王的扫罗的家乡。王讲：我会将因交互恁。大卫王因为捌甲扫罗的囝约拿单记上主的名咒詛，所以毋甘将约拿单的囝米波设交互因。王就将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甲扫罗生的2个囝阿摩尼甲米非波设，以及扫罗的查某囝米拉甲米荷拉人巴西莱的囝阿德勒生的5个囝，拢交互基遍人。基遍人就伫上主的面前，甲因吊伫山顶。这7个人拢做伙死。迄时拄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。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摕粗麻布，伫石板顶为家己搭棚仔住伫遐。对开始收割到落树雨，还着新死的期间，伊日时毋准爬鸟，眠时毋准走兽，哭着遐个新死。有人将爱亚的查某囝扫罗的妃利斯巴所做的事甲大卫讲。大卫就去基列的雅比人遐，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摕来。非利士人伫基利波杀死扫罗的时，将扫罗甲约拿单吊死伫伯善的广场。基列的雅比人对遐偷摕因的尸体。大卫对遐带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倒来，搁收拾迄7个受吊死的人的骨骸。人就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埋葬伫便雅悯地区的西拉。扫罗的老爸祭司会墓，因照王的命令做了后，上帝有听因为全国的祈祷。非利士人搁甲以色列人交战，大卫甲伊的军兵做伙落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大卫就真野戦。有一个大汉族的人叫做以实比录，伊的枪的头用铜做，重3公斤半，搁背新的刀要杀大卫。塞鲁雅的囝阿比斯保护大卫，
拍死迄个非利士人。后来缀大笔的人对伊咒詛讲：对今仔日起，你毋通搁甲阮出战，则免以色列会顶花去。后来以色列人伫戈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迄时有互杀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人，叫做塞弗。因搁伫戈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比利行人埃尼的囝伊利哈兰杀死加德人哥利亚，伊的枪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加德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两只手各有6支砖头仔，两只骹嘛各有6支骹砖头仔，共有24支。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唱声的时，大笔的兄哥示米亚的囝约拿单甲伊杀死。这4个人是加德大汉族的后代，因拢互大笔甲伊的军兵杀死。为罪补偿。古代近东的观念认为，君王是国家的化身，是百姓的代表。电脑是农夫差不多拢仰赖大自然无完备的灌溉、应肥和除虫设施，雨量济少和虫害拢可能互农作物全毁，造成欠收。因为安尼，饥荒和瘟疫常常受看做是得罪神明，也是神明愤怒的征兆。大笔统治以色列期间，遭遇严重的饥荒，足足3年久。大笔为这求问上主，上主讲是因为扫罗甲伊的家杀死基遍人，流因的血。古早时，约书亚捌奉上帝名答应基遍人，绝对袂互因遭受灭绝命运。圣经并无明白记载扫罗是安怎谋杀基遍人，但是扫罗必定是捌犯下严重的罪行，致使现今基遍人来找大笔，爱扫罗家族为流血的罪付出代价。大笔问基遍人：我着为恁做甚物？伊希望会当补偿基遍人，弥补因所受的迫害。基遍人要求大笔对扫罗的后代中交出7个查甫人，因要伫扫罗的家乡基比亚，甲这个查甫人钉死。结果，扫罗的7个子孙受基遍人吊死。这是古代近东对罪犯的惩罚。基遍人伫上主面前处死扫罗的后代，可能是某种礼仪性的行动。当时大约阳历4月，拄好是收割大麦的季节。扫罗家族的7个人受吊死了后，扫罗的妃嫔利士巴身为母亲，对这于心不忍。伊疼囝情切，就守候伫因的身尸边仔，日时无互飞鸟停点尸体眠死，也毋互野兽群活，直到天降秋雨为止。有人甲利士巴守护7个人遗体的事甲大笔讲，大笔也想起扫罗和伊的侄友约拿单的尸骨，还伫基列的雅比，就将2个人的尸骨带转来便雅悯安葬，搁收敛迄7个人的尸体。犹太人认为人的身躯和灵魂是分袂开的，
因为安尼，尸体既然也是人的一部分，就必须设置处置。为着这个原因，大卫心中安葬扫罗和约拿单的尸骨。扫罗犯罪，予伊后代子孙也受牵连被杀。近代世俗甲老爸犯罪，看做是规个家庭是做伙有罪，因为家庭是一个袂当分割的整体。扫罗违背以色列人袂杀欺骗人的承诺，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。照世俗来看，扫罗杀害欺骗人的罪，伊的子孙也甲这有份，因为安尼，大卫就甲扫罗家族的7个查甫人交予欺骗人处死。大卫的一生受袂少的苦难，有的是伊犯罪造成的，有的是别人犯罪引起的。大卫虽然袂当控制人生的起伏，却选择倚靠上帝。咱也应当倚靠上帝，相信伊会帮助咱，拄亲像伊帮助大卫一样。默想，有一寡危机和苦难是个人不智的决定所引起的，这时搁较着回转倚靠上帝，予伊成做随时的帮助。有一寡危机和苦难是个人不智的决定所引起，这时搁较着回转倚靠上帝，予伊成做随时的帮助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要投靠你，愿你予我的道路安全，予我的脚步安稳自在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